Hello，大家好。然後又係我同大家分析下關於珠海長隆嘅嚇，因為好多時咧，大家嚟珠海長隆玩咧都要住酒店。珠海長隆咧係有5間酒店㗎，分別係迎海公寓、馬喜酒店、橫琴灣酒店、企鵝酒店、飛船酒店。咁5間酒店，我哋點去訂？點定？因為你哋可能喺網上睇見好多關於長隆酒店嘅視頻，點訂呢？咁我就簡單啲同大家介紹下咯。如果係帶啲小朋友係6歲以下嘅呢，最好呢就住企鵝酒店。點解呢？因為企鵝酒店呢就喺景區嘅門口，你喺酒店嗰度一落嚟，行到去海洋王國嘅大門就係2分鐘就 OK 啦。因為如果小朋友太細咧，可能佢中午有眼瞓啊咁，所以咧就係企鵝酒店。如果情侶咧，如果我哋就可能就係我同我條女或者同我老婆2個人，咁就去住橫琴灣酒店。橫琴灣酒店咧，佢整體嘅比較大氣咯，但係一定要記得住橫琴灣酒店最好係訂海景房嚇。因為個海景房同唔海景房相差價錢大概就係300蚊左右，所以住海景房。橫琴灣咧有泳池，有一個水上樂園。你哋記得室內嗰個泳池咧係一定要戴泳帽嚇，唔戴泳帽係唔可以游嘅。然後個健身房咧就喺游泳池嗰度，還有個室內嘅水上樂園。水上樂園咧，佢大概4月底先會開室外嗰度，依家都係室內嘅。室內嗰個水上樂園咧就唔需要戴泳帽都可以玩嘅。還有就如果你哋想酒店我要新啲，然後咧如果小朋友有6歲以上咧，就住飛船酒店啦。因為飛船酒店佢係後期起嘅，佢以前叫科學酒店啊。但係佢整體嚟講就好啲咯。還有啲人就會話，如果我住飛船酒店，可唔可以喺房間睇煙花？你記得飛船酒店咧係喺海洋王國嘅側邊㗎，所以佢睇煙花效果係比較差㗎。如果真係想喺房間睇煙花嘅咧，你哋只能選擇就係企鵝酒店。但係有個問題就係企鵝酒店，如果你喺房間睇煙花咧係冇聲㗎，即是同景區入面嗰度係冇同步音樂㗎。因為有時有啲人諗住就係話我小朋友得1-2歲，如果喺現場睇煙花可能會驚，咁就只能住企鵝酒店訂煙花房。有剩低落嚟咧，有2間馬喜酒店。馬喜酒店咧就平好多。馬喜酒店咧就行去海洋王國大概就5分鐘左右。但係馬喜酒店佢有一個唔好之處啊，佢啲房間好暗啊，佢係一個4方形嘅盒嚟噶，所以即使唔係到最有黑咧，都唔好選馬喜酒店咯。還有個迎海公寓，迎海公寓咧就真係好鬼差咯。佢係喺澳門大學嗰邊㗎，喺海洋王國嗰度咧，如果坐穿梭巴士過去咧，要10分鐘，還要行5分鐘。還有啲巴士係定點嘅，佢唔係一到時間嘅，佢大概每半個鐘、1個鐘一班車㗎。所以迎海公寓絕對唔贊成你哋去住嚇，刪咗 delete 咗佢就得啦。咁就企鵝酒店、飛船酒店、橫琴灣酒店呢3個酒店3選1嚇。還有一樣嘢就係你哋會問。咁如果我訂啲酒店套票，我訂2日1晚好啲定3日2晚好啲？咁其實最大區別就係2日1晚係只有海洋王國門票或者係飛船樂園嘅門票，3日2夜嘅套票咧就係有海洋王國同埋飛船樂園兩個套票。如果其實大家唔一定係錢嘅問題，可能或者我時間我真係冇住2晚時間，咁點算咧？咁你哋話有另外一種方式，就係訂2日1夜嘅套票，另外一個主題公園嘅門票就單獨買。咁類似就係我訂咗2日1夜海洋王國門票，咁我第1日就去海洋王國玩，咁第2日
我在現場買飛船樂園嘅門票，咁玩完之後再翻去咯。咁你哋自己決定啦嚇。還有就係酒店嘅自助餐值唔值得介紹？反正買酒店嘅自助餐一定唔值得推薦嘅啦。企鵝酒店嘅自助餐咧，可以睇到企鵝咯，但係飲酒要俾錢嚇。3間酒店嘅自助餐嚟講咧，我覺得橫琴灣酒店嘅出品係會好好多㗎，因為佢本身佢嘅酒店開始嘅定位都唔一樣㗎。飛船酒店嘅自助餐係水手餐廳，佢其實冇咩好睇，佢冇咩嘢睇㗎，因為佢晚餐咧係唔開一樓嗰度啊，一樓嗰個咧叫珊瑚自助餐，珊瑚自助餐咧就會好啲，但係珊瑚自助餐只有午餐冇晚餐咯。然後記得關注我後期咧就每日咁開呢啲視頻同大家介紹長隆珠海長隆嘅住宿。下一期咧我哋再介紹廣州長隆嚇，視頻到呢度結束啦，拜拜。